台湾李伟迪伫综艺村点献一个台南肉色饭等传统小食，甚至是核酸米其林评鉴的铜板价美食。台湾认为，面对台南九城市的营养午餐已经是由中央督办处理，所以希望教育局需可伫一个月同款800无增加预算的状况，为下优秀的企业，和米其林的美食卖当进入校园。创造美食教育普及化等多赢局面，有很多美食的选择，不必然忙翻了我们的厨师阿姨，然后做一做还要被评比，然后做一做还要做不出一个亮点。所以我是建议说，如果台湾有这么多美食，他们也可以跟学校来做一个媒合。第一个，企业要么就是说广泛的让大家知道他们的东西有多好吃啊。好，那站在企业的角色，他当然希望跟学校有多一点合作机会。啊，那徛伫学校角度是讲，啊，我的囡仔嘛是共阮开一个月800，吼，啊一个月850，不管我嘛是会当食到这物件。咱干嘛你教育局长？你真正袂歹吼，你让米其林入学校，让我们的小朋友以后到大学之后，他可以推广我们台南更多的美食啊！我做囡仔就食这啊，我做囡仔就食米其林啊，不一样今年推出了那个学校午餐啊，台南小吃粥。都是把咱台南的一块小吃透过营养师、跟厨师他们去做设计呢，所以讲沙白鱼糜啦，什么那个做些其他米粉，很好，就那一周呢，他们就设计，所以午餐可以吃到台南的小吃了。会中议员嘛关心虎头溪前后整地开卖10几亿，不过伫地溪桥顶游拄完工，现况也在报告期间的雨花，因为风太侵袭，已经头空出现放弃的情形。议员质疑是设计出问题，烦恼会愈逼愈多，影响结果，要求找出原因，彻底解决。台南新闻管制林英光采访报道。